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戇猴歹石头，另外一个讲法是戇猴担石头，意思是戆人做戆代志。这个山猴会有兴趣的物件，一般来讲拢是会当食的，就像苗栗湾里这个林景园，一阵山猴食了有够欢喜，大只的带小只爬去林景场，袂输敢若食自助餐同款，食免惊的。话佫规罐林景共等伫涂骹，容易看到这林景或者猴食去或耍转去，佫袂当伤害这猴，讲起来是真无奈。啊，伫花莲呢，花莲头路过的山猴是直接去游客食物，也就是讲。猴敢若对会使食的物件有兴趣，袂当食的物件伊就无趣味。若是讲猴会将石头放伫身躯顶，增加伊负担，巴肚一个枵，佫袂当食，安尼就是你自找麻烦做戆代志。今日即讲的俗语是戆猴歹石头。